移動改變生活，中國移動請你繼續關注6點鐘新聞。繼續6點鐘新聞，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發生7.1級強烈地震，重災區有80%以上嘅房屋倒冧，死亡人數增加到最少400人，超過1萬人受傷。由於仍然有多人被困喺瓦礫入邊，相信死傷數字仍然會上升。國家救援隊正係趕赴災區救援，目前災區急需挖掘救援工具同埋醫療用品。韓燕瓊報導。災區有大量嘅民房倒冧，由於大多數都係土木結構，抗震能力比較弱，房屋嘅損毀嚴重。其中重災區玉樹縣城有80%以上嘅房屋被夷為平地，多人被埋，大批消防同埋武警喺瓦礫堆中徒手挖掘，希望救出生還者。據報災區有學校冧咗，30幾人被壓喺瓦礫堆中，救援人員正設法營救，但缺乏大型嘅挖掘機器，搜救困難。由青海武警總隊衛星車傳送翻嚟嘅災區片段睇到，居民喺地震發生之後都跑到室外暫避。當地早晚嘅氣溫仍然好凍，最低只有攝氏零下1度。災區急需帳篷安置災民，醫療物資亦都好缺乏。現在我們緊缺的是醫療救治的設備和醫護人員，還有一些物資，還有專業的救援人員。現在我們的很多群眾都壓在廢墟裡面，我們沒有挖掘的工具。現在目前帳篷、藥品和食品和飲用水等都很緊缺，還有一些防疫用的消毒用品和漂白粉也很需要。曾經參與四川汶川同埋海地地震救援工作嘅國家地震救援隊，帶同生命探測器同埋搜救犬，由北京出發趕赴災區，協助搜救生還者，預計今晚到達當地。今次7.1級地震發生喺朝早大概7點50分，震央位於玉樹縣城附近，震源嘅深度大概係33公里。之後又發生多次嘅餘震，最強嘅一次達到6.3級。鄰近嘅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區、西藏嘅昌都同埋那曲東3縣，亦都感受到強烈嘅地震，有房屋出現嚴重嘅裂痕，甚至係倒冧。亞洲電視記者韓燕瓊報導。有內地嘅地震專家話，青海今次嘅強烈級地震可能顯示中國地震活動進入比較活躍嘅時期。林永雄報導。青海嘅玉樹同08年發生大地震嘅四川汶川同屬巴顏喀拉地塊。地震專家話，由於08年汶川地震釋放咗地殼積壓嘅大量能量，所以09年地震活動進入咗平靜期。但青海今次7.1級地震，代表中國地質活動進入活躍時期。09年呢最大的地震呢是青海海西的6.4級地震。自這次地震以後呢，我國大陸活動水平更加顯著降低，7個多月，就是半年多，一次6級以上地震都沒發生。而這次地震呢，今天發生的這次7.1級地震呢，打破了中國大陸這麼長時間的6級地震的平靜。我們估計呢，這次地震以後呢，中國大陸呢可能進入一個相對活躍的時段。玉樹縣位於青海南部，毗鄰四川同埋西藏，平均海拔4-5千米，氣候嚴寒。縣內有8萬人口，9成幾係藏族，經濟以畜牧業為主。亞洲電視記者林永雄報導。翻嚟本港，亞洲電視行政總裁胡敬英話：了解外界對公司嘅關注，強調公司營運狀況持續改善。我們也有信心，在2年內，做到自己養自己。如果說這個經濟的狀況沒有很大的逆轉，那管理層很穩定的話，我們是有信心可以做到的。我只能說，我們2009年比2008年進步了很多，虧損收窄了很多。那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第一季比也收窄了很多。那個 percentage wise 都很高，都是超過40% 以上。這一年我也雖然很辛苦，我也做得很開心。另外咧就另外一句説話咧係亞視我哋同事之間咧講得最多咧就係平常心，就是很多。因為最近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同事會打電話給我問很多的問題，我都勉勵他們平常心。我們也講了另外一句話，勇者無懼，不是真的沒有懼怕，而是在懼怕裡，你要選擇去走對的路。
一個電單車喺龍翔道撞埋一架巴士，電單車懷疑漏油着火，巴士亦都被波及，兩架車嚴重焚毀。電單車司機及時獲救，送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張建業報導。巴士火勢猛烈，不斷冒出濃煙，消防員出動多條喉射水灌救。撞向巴士嘅電單車攝咗喺車底，消防員將火救熄之後，可以見到巴士車身嚴重毀爛，車廂內嘅座位燒到只係剩低支架。電單車司機原本被捲入車底，喺巴士着火之前被途人及時救出，佢雙腳受傷，坐喺路邊，再由擔架床抬上救護車送院治理。我行下車見到入咗車尾咁，跟住前面嗰位先生幫手拉，一齊拉。哦，你同唔係即刻爆㗎，佢係開頭有煙先㗎，有煙之後跟住開始有火咯。因為我哋嚟到我離院已經喺大概300厘米，我都見到有煙㗎，車巴士已經開始出煙。跟住掹咗出嚟，唔夠3兩秒佢就起火啊架車。朝早7點半左右，呢一部 E22P 路線由油塘往亞洲博覽館嘅巴士，駛到龍翔道近鑽石山港鐵入口嘅一個巴士站，準備減速埋站嘅時候，尾隨嘅電單車懷疑收掣不及，撞向巴士車尾，電單車隨後着火，巴士亦都被燒着，車上30幾個乘客安全離開車廂。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導。